列王紀上第9章，所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，並一切所願意建造的都完不了。耶和華就2次向所羅門顯現，如先前在基遍向他顯現一樣，對他說：你向我所禱告祈求的，我都應允了。我已將你所建的這殿分別為聖，使我的名永遠在其中。我的眼、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裏。你若效法你父大衛，存誠實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謹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堅固你的國位在以色列中，直到永遠。正如我應許你父大衛說，你的子孫必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。倘若你們和你們的子孫轉去不跟從我，不守我指示你們的誡命律例，去侍奉敬拜別神，我就必將以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剪除，並且我為己名所分別為聖的殿，也必捨棄不顧，使以色列人在萬民中作笑談，被譏嘲。這殿雖然甚高，將來經過的人必驚訝，嗤笑說：耶和華為何向這地和這殿如此行呢？人必回答說：是因此地的人離棄領他們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華他們的神，去親近別神，侍奉敬拜他，所以耶和華使這一切災禍臨到他們。所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，這2所20年才完不了。推羅王希蘭曾照所羅門所要的，資助他香柏木、松木和金子。所羅門王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給了希蘭。希蘭從推羅出來，察看所羅門給他的城邑，就不喜悅，說：我兄啊，你給我的是什麼城邑呢？他就給這城邑之地起名叫迦布納，直到今日。希蘭給所羅門120他連得金子。所羅門王挑取服苦的人，是為建造耶和華的殿、自己的宮、米羅、耶路撒冷的城牆、夏瑣、米吉多並基色。先前埃及王法老上來攻取基色，用火焚燒，殺了城內居住的迦南人，將城賜給他女兒所羅門的妻作妝奁。所羅門建造基色、夏伯和倫、巴拉，並國中曠野裏的達莫，又建造所有的積貨城，並屯車和馬兵的城，與耶路撒冷、黎巴嫩，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國中所願建造的。至於國中所剩下不屬以色列人的亞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，就是以色列人不能滅盡的，所羅門挑取他們的後裔作服苦的奴僕，直到今日。唯有以色列人，所羅門不使他們作奴僕，乃是作他的戰士、臣僕、統領、軍長、車兵長、馬兵長。所羅門有550督工的，監管工人。法老的女兒從大衛城搬到所羅門為他建造的宮裏，那時所羅門才建造米羅。所羅門每年3次在他為耶和華所築的壇上獻燔祭和平安祭，又在耶和華面前的壇上燒香。這樣，他建造殿的工程完不了。所羅門王在以東地紅海邊，靠近以錄的以旬迦別製造船隻。希蘭差遣他的僕人，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，與所羅門的僕人一同坐船航海。他們到了俄斐，從那裏得了420他連得金子，運到所羅門王那裏。